琴的声音很棒啊，像这种声音啊，真的是很棒的。一群中年男子围绕着像小孩看着珍贵的玩具，有历史收藏价值的玩具。像这种小毛表的话，大部分是进口来的。意大利进口的手打挡机车早已停产，收藏爱好者还不少。以前本来就是医生啊、律师啊，或者是县议会的议长啊，才有配这种车子。那时候40年前，这种车子2、3万块啊，一般人的薪水大概是700、800块吧，大概800多块吧。风靡了几十年，和车主年龄不相上下的老爷车，重新烤漆，在路上总是特别吸睛。好复古哦！有人敢查啊，老板说这是我的车，很等仙哦，好帅气哦！很等仙了哈。这几年了？牺牲年40年。40年也是钟玉麟在这款车上投注的时间。在车界，他颇具声名，苗栗只剩他会修理。没有招牌的修车店，曾经有车友专程从屏东找来。苗栗就剩下钟老板在修了。以车会友，兴趣相投。钟玉麟笑说，当年太太也是因为骑同一款车，才让他神魂颠倒。有古典美又耐看，让他花了大半辈子来爱。在我的眼里的话，她真的是很漂亮。因为一般的话，你不会骑的人或是不喜欢的人，他根本就不会去接触。别人要丢弃的车架废铁，车友们也期待经过这位达人的手，恢复漂亮的风采。退休啊？没有办法，车就丢在他家里，他就会修啊。为什么他会退休？叫我说还不要退休啊！我要退休，我要他们签准才可以退休。很多6、7年级生对这车可能还有小时候的回忆。我们走在这小巷子里的修车行，感受到真心和热情。要黑牙茶和等鲜哦，要黑牙茶和等鲜哦。